你有冇試過企喺病床邊，又或者聽長輩講起咁嘅畫面？當一個人行到生命嘅盡頭，彌留嗰陣，明明對眼已經合埋晒，陷入咗重度昏迷，甚至連氣都就嚟唞唔到，但係佢嘅眼角竟然會無端端流低一滴眼淚。好多家屬睇見呢一幕，個心當堂痛到如刀割，大家都會好自然咁諗，老人家一定係好辛苦、好痛啦，係肉身承受緊插管、吊鹽水嘅折磨，又或者係佢驚死，捨唔得丟低屋企人，所以先至會忍唔住流眼淚。如果你一路都係咁諗，今日我想同你講一個完全顛覆嘅真相。喺佛門入面，關於人臨終嘅境界，古德同觀音菩薩慈悲開示過一個好深嘅法理。人喺臨終嗰一刻落淚，根本唔係因為身體嘅痛楚，嗰一滴眼淚係因為佢嘅靈識，即係我哋俗稱嘅靈魂，喺即將脫離肉體束縛嗰一刻，變得極度清明，親眼睇見咗5樣撼動靈魂嘅事實。而第一樣，亦都係令臨終者流下第一滴淚嘅原因，佢清清楚楚咁睇見咗自己呢一生人最放唔低嘅親情同業力回放。你以為佢係因為病痛而喊，其實佢係喺度睇緊自己呢一世人嘅縮影。大悲心經入面有一句好重要嘅開示：生滅之間，心息未斷，若能觀其所見，悲從中來，非為辛苦，乃為心悟。呢句話係咩意思呢？我用大白話同你解釋。好多時我哋以為人斷氣、心跳停止或者陷入深度昏迷，個人就乜都唔知啦，好似熄咗機嘅電視咁。但其實喺呼吸微弱、生命即將交替嗰個片刻，人嘅意識唔單止冇熄滅，反而會進入一種極度清醒、極度敏銳嘅狀態。試下想象下，一個人病咗好耐，個肉身已經壞到七七八八，又痛又重，但當臨終嗰一刻，靈識開始慢慢抽離呢個殘破嘅肉身，嗰一刻佢再感覺唔到插管嘅痛，再感覺唔到氣促嘅辛苦，取而代之嘅係阿賴耶識，即係我哋潛意識最深處嘅記憶稿突然打開。佛門將呢個現象叫做業鏡現前，就似走馬燈咁，將你呢幾十年人經歷過嘅一切不受控制咁喺眼前一幕幕咁閃過。呢個時候，老人家睇到嘅唔係佢當年揾咗幾多錢，買咗幾多層樓，亦唔係佢以前喺公司做咩大老闆，佢睇到嘅全部都係最細微、最真實嘅人際關係同親情。佢會睇見幾十年前自己為咗揾食，掛住返工，忽略咗仔女嘅成長，嗰種冇得彌補嘅虧欠。佢會睇見自己同新抱、同屋企人因為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爭執、冷戰，足足嬲咗對方幾年，浪費咗幾多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飯嘅時光。佢會睇見自己年輕時對父母嘅頂撞同冷漠，對伴侶嘅苛責，對身邊人嗰啲口硬心軟。喺呢個業鏡面前，靈魂對自己嘅觀照係赤裸裸嘅，冇得掩飾，亦都冇得逃避。平時我哋做錯事，仲可以揾藉口呃自己，話係佢激嬲我先㗎，我咁做都係為頭家啫。但去到臨終呢一刻，所有嘅藉口都變得毫無意義。佢終於驚覺，原來自己執住咗大半生嘅嘢，根本帶唔走。原來自己為咗所謂嘅面子，一口氣錯過咗咁多同屋企人和和氣氣嘅姻緣。原來自己一直冇好好咁同最親嘅人講一聲對唔住，或者我愛你。強烈嘅悔恨同感悟會由心底翻湧而上，喺呢種極致嘅清醒之下，淚水就自然咁湧出嚟。所以呢一滴眼淚根本唔關肉身嘅病痛事，呢滴眼淚係為咗往昔嘅愚癡同錯過而流，係靈識覺醒嘅眼淚，亦都係悔悟之淚。我知道好多聽緊呢段說話嘅朋友，可能你哋都係性格比較敏感，心地善良，平時為屋企人付出咗好多，但又成日覺得受委屈，覺得屋企人唔理解你。你可能會成日將啲唔開心擺喺心度，但係當你明白咗臨終業鏡現前呢個道理，你就會知道我哋而家為咗邊個洗碗，邊個俾家用，邊句說話唔啱聽而生悶氣，去到最後一刻睇翻轉頭，全部都係微塵咁細。觀音菩薩想透過呢滴眼淚話俾我哋知，所謂嘅命數同玄機，其實就藏喺你每日點樣對待身邊嘅人。唔好等去到病床上面望住天花板，
先流低悔恨嘅眼淚，哪怕真係去到最後一刻先幡然醒嘅，佛法依然係慈悲嘅。菩薩開示過，如果臨終嗰陣能夠喺心入面生起大懺悔，發起一個善念，呢一滴懺悔嘅眼淚都可以成為佢轉向善道，獲得解脫嘅珍貴契機。家屬喺旁邊唔使慌張，亦唔使跟住嚎啕大哭，反而應該靜靜地陪住佢，喺心入面原諒佢，用柔和嘅聲音引導佢放下。不過，你以為臨終嘅人流眼淚，淨係因為睇到自己嘅過去？其實唔係，有啲老人家明明已經冇晒力氣，但係流住眼淚嘅同時，會突然對住空蕩蕩嘅床邊伸出自己隻手，甚至嘴角會微微向上翹，好似見到啲咩熟人咁。好多家屬睇見呢一幕，第一反應就係驚，或者即刻撳鐘叫護士、醫生。阿爸係咪神志不清，發緊開口夢啊？有啲老一輩比較信邪嘅，仲會嚇到飆晒冷汗，以為係見到啲牛頭馬面，或者所謂嘅冤親債主嚟索命，嚇到喺床邊猛咁喊。你以為佢係喺度胡言亂語，又或者係大腦缺氧產生幻覺，但其實佢唔係發夢，亦唔係見鬼。佢流下嘅呢第二滴眼淚，係因為佢真係見到咗人，嗰啲跨越咗生死，早就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係佢呢世人最掛住嘅父母、伴侶，甚至係祖輩。佛門典籍入面將呢個現象叫做陰境親緣現前。我哋試下企喺臨終者嘅角度去諗，一個人無論佢生前幾叻、幾威風，當佢準備離開呢個熟悉嘅世界，要除低呢個用咗幾十年嘅肉身，去一個完全未知嘅空間，佢個心點會唔驚？嗰種孤獨同恐懼係我哋呢啲行得走得嘅人無法想象嘅。但係如果呢個人平時心地善良、做人公道，就算佢未必有日日去廟度拜佛念經，佢嘅善根都依然喺度。當佢臨終嗰刻，佢以前結落嘅善緣就會起作用。嗰啲已經往生咗嘅至親，知道佢驚，知道佢迷茫，就會順住呢份善業同牽捆顯現出嚟接佢，帶佢行。當靈識感覺到嗰份跨越生死嘅熟悉同親切，你話個心點會唔百感交集？一方面，靈識望住床邊喊到收唔到聲嘅生人，即係你同我，心入面有10000個唔捨得，有好多掛心嘅嘢。但另一方面，佢見翻失散咗好耐，以前最愛惜自己嘅阿媽、老爺奶奶或者另一半，有一種終於有人嚟接我唔使一個人孤零零行黑路嘅安心。喺呢種悲喜交融、生離死別同時發生嘅瞬間，眼淚就會無聲無息咁滑落嚟。呢滴眼淚，我哋叫佢做親緣之淚。古人其實好早就記載過呢啲事，民間有本古書記低咗明朝一個姓梁嘅生意人嘅真實經歷。呢位梁公唔係咩大富大貴，亦唔係咩出家高僧，佢只係一個喺街市開鋪頭嘅普通人。平時做生意好公道，壓水平嘅事從來唔做。邊個街坊屋企有白事，冇錢買棺材，佢都會靜靜雞塞少少錢去幫手。佢係一個好典型嘅好先生，對住屋企個老母尤其孝順。到咗佢70幾歲臨終嗰幾日，原本病到骨瘦如柴，唞氣都好辛苦，痛到成日眉頭深鎖。但係去到臨斷氣前嗰半個鐘，奇蹟發生咗，佢突然間成個眉頭鬆開晒，眼角流低咗一滴晶瑩嘅眼淚，嘴角竟然帶住一絲好溫柔嘅微笑。佢個仔以為佢痛到抽筋，即刻伏喺床邊喊住問：阿爸，你係咪好辛苦啊？要唔要幫你搓下心口？梁公輕輕搖下頭，雖然冇晒力，但好清楚咁講咗句：你阿嫲嚟接我啦，我唔驚啦。講完冇耐，就安詳咁合埋眼，成間房仲隱隱約約有陣好淡嘅香味。呢個故事正正印證咗佛法講嘅因果。梁公臨終前見到亡母嚟接引，絕對唔係幻覺，而係佢一生修善盡孝所感召翻嚟嘅善果。菩薩成日提醒我哋，一個人臨終會見到啲咩人，完全取決於佢生前點樣對待身邊嘅人。呢個世界好公平，因果從來都唔會呃人。如果你平時怨氣好重，脾氣好臭，日日同屋企人頂頸，對伴侶刻薄，對仔女苛求，將屋企搞到好似戰場咁，結埋晒啲惡緣。到你臨終嗰陣，因為你心入面充滿嗔恨，善緣係埋唔到你身嘅。
嗰陣時嚟揾你嘅，多數都係令你驚嘅景象，甚至係你平時最驚見到嘅仇人。相反，如果你平生常懷善心，對長輩盡孝，對伴侶包容，廣結善緣，就算平時受咗少少委屈，都肯退一步海闊天空。到咗最後一刻，你嘅心係柔軟嘅，一定會有你最親嘅眷屬、最善嘅姻緣嚟接引你。所以話生死邊有咁多恐怖嘢？講到尾，所謂嘅生死緣機，全部都係你自己平時待人接物嘅一面鏡。我哋而家仲健健康康，聽緊呢番說話，其實就係最好嘅提醒。唔好等去到臨終嗰刻，先發覺自己身邊一個嚟接引嘅親人都冇，先流低後悔嘅眼淚。由今日開始，對身邊嘅屋企人好啲，食飯嗰陣少句批評，多句關心。你今日俾出嘅每一分善意，將來都會喺你最無助、最孤單嗰一刻，化成一雙溫暖嘅手，拉住你，帶你走出黑暗。不過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見完親人之後，靈識又會去邊？好多老一輩成日嚇啲細路，話人死咗就要落陰曹地府去見閻王爺，由判官揭開本生死簿，你決定你落油鑊定係上天堂。呢啲畫面聽落真係好恐怖。但係如果你以為臨終留低嘅第三滴淚係因為見到面目猙獰嘅鬼差嚟拉你，咁你就錯啦。決定你最後去邊度嘅，從來都唔係地府入面嗰個鐵面無私嘅判官，而係你大半世人喺屋企、喺人前日積月累落嚟嘅脾氣同埋習慣。當一個人去到彌留之際，神識即係靈魂準備離開肉體，佛門叫做神識出剖。呢個時候，靈識已經再受唔到對眼同個肉身嘅限制，佢會清清楚楚咁睇見自己下一站要去嘅地方，亦即係未來嘅歸宿。有啲人見到嘅係一片祥和嘅光明，又或者係好清靜嘅地方，但有啲人見到嘅卻係一片灰暗、恐怖嘅深淵，甚至係好似幻覺咁嘅可怕景象。點解會有咁大分別？好多人以為係命運注定，或者係神明嘅懲罰。其實佛法講得好清楚，呢啲景象全部都係你自己嘅業力變現出嚟嘅。講得白啲，即係你平時嘅起心動念。觀音菩薩曾經開示過一句好重要嘅說話：若見惡道閹羅者，一念驚懼便除罪。呢句話係咩意思？就係話，當你見到恐怖嘅景象，心入面一驚一慌張，你就會順住嗰種恐懼跌落去三惡道。但問題係，點解你會見到恐怖嘢？點解你會驚？呢度就講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啦。你諗下，如果你平時喺屋企下下都要做話事嗰個，對住老伴呼呼喝喝，對住新抱或者女婿單單打打，少少事唔順眼就大發脾氣，怨天尤人，又或者成日喺背後講人是非，算死草咁計較，你個心日日都充滿住貪心、怨氣同埋貪恨。呢啲脾氣同習慣唔會因為你斷咗氣就突然消失，相反，當你甩開肉身嗰陣，呢啲積壓咗幾十年嘅負能量就會化成你眼前嘅境界。你平時對人越刻薄，你臨終見到嘅環境就越幽暗。你平時個心越不安，你見到嘅畫面就越恐怖。你以為係閻羅王審判你，其實係你自己大半生造作嘅果報，毫無保留咁展示喺你自己面前。相反，如果你平時做人和和氣氣，就算後生嗰陣捱過窮、受過委屈，老咗都肯放低。見到仔女做得唔夠好，你選擇包容而唔係責備。平時得閒就念念佛，或者心平氣和咁落樓下公園散下步，對鄰居笑多兩笑。你個心係定嘅，係善嘅。去到臨終嗰刻，你見到嘅自然係光明安穩嘅境界。所以當靈識睇見自己即將要去嘅歸宿，發現原來因果係一絲一毫都冇差錯，原來自己將要去嘅地方全部都係自己一手一腳行出嚟嘅，嗰種震驚，嗰種對天地法則嘅敬畏，會令到靈識深深動容，流下眼淚。呢一滴就叫做知命之淚。佢終於明白，所謂嘅命數從來都唔係掌握喺神仙或者鬼差手裏面，決定生死緣機嘅根本就係每一日同屋企人食飯嗰陣嘅面色，係每一次同人傾偈嗰陣嘅語氣。睇到呢度，你可能會鬆一口氣，心諗：哎呀，我平時雖然脾氣急啲，
但係我冇殺人放火，冇做過咩傷天害理嘅大衰嘢，只係口沒遮攔講錯過幾句話啫，應該冇咩大件事啩。如果你真係咁諗，咁接下來呢件事可能會令你個心抽住痛，因為喺臨終嘅清明境界入面，除咗睇見歸宿，你仲會睇見所有同你結過緣嘅人，嗰啲你以為做過就算，咁臨終嘅第四滴眼淚就會令你徹底震驚，明白咩叫做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嗰啲你以為做過就算冇人知曉嘅暗湧，嗰啲你以為只係微不足道嘅口舌之爭，甚至係你自以為企喺道德高地，理直氣壯咁去教訓人嘅事，喺臨終神色清明嗰一刻，全部都會化成實實在在嘅畫面，一一現前，翻嚟揾你。呢一滴叫做覺醒之淚。佛門入面講，臨終之時，除咗會睇見自己下一站嘅歸宿，所有同你有過因緣嘅眾生，都會喺你眼前顯現。咩叫因緣？即係你呢世人幫過嘅人，同埋你虧欠過嘅人，嗰啲曾經被你無心插柳幫過嘅人，或者你默默俾過善意嘅人，佢哋會現出感恩柔和嘅樣貌，令你個心覺得好溫暖。但係嗰啲曾經被你傷害過、虧欠過、辜負過嘅人，亦都會隨住業力喺你眼前現前。我哋平時做人，好多時俾無明遮蔽咗對眼，總係覺得件事過咗去啦，冇人知噶啦。又或者成日為自己揾藉口，我鬧佢都係為佢好啫，我攞盡着數，係我本事，佢蠢怪得邊個？但去到臨終嗰陣，靈色清明，你再冇得呃自己，你會清清楚楚咁睇見，原來自己每一個起心動念都有回響，每一次言行取捨都結下咗因緣。呢張因果嘅網絲絲縷縷，從來冇半分差錯。清代有一本好出名嘅筆記小說，入面記低咗一個好發人心醒嘅因果故事，我講俾大家聽。嗰陣時有一個鄉嬸，我哋叫佢做程翁啦。呢位程翁平時喺鄉下出晒名，剛正不阿，好守規矩。佢成日標榜自己一生冇做過犯法事，冇害過人，但係佢為人極度死板同刻薄。有田農因為打風落雨，收成唔好，交唔出田租，跪喺度求佢寬限幾日。程翁黑起塊面話：規矩就係規矩，欠債還錢，天公地道。結果逼到人哋要賣女去填條數。喺屋企，佢對新抱亦都係嚴厲到不近人情。新抱做錯少少嘢，煮飯落多咗鹽，佢就搬出家規，罰新抱喺祠堂跪成晚，仲四圍同親戚講呢個新抱幾唔教得聽。佢覺得自己咁做係教好細路，係企喺道德高地。程翁一直覺得自己係個大好人，對得住天地良心。直到佢臨終嗰幾日，佢突然間痛哭流涕，對眼死都唔肯合埋，仲係咁揼自己心口。屋企人以為佢見到咩恐怖嘅牛頭馬面，但佢臨斷氣前細細聲同個仔講：我睇見啦，我睇見嗰個棟龍個女喺人哋屋企做妹仔挨打嘅眼淚，我睇見你老婆晚晚匿埋喺被竇度喊到心碎。原來我自以為嘅道理全部都係刀，我欠佢哋太多啦。講完，程翁眼角流落一行眼淚，帶住極大嘅悔恨斷咗氣。呢個故事正正講透咗人際倫理之間因果回響嘅可怕。程翁冇殺人，冇放火，但佢用自己嘅傲慢、刻薄同自以為是，做低咗無數嘅惡業。臨終嗰一刻，佢終於睇清，原來自己口中嘅規矩帶俾人哋幾大嘅痛苦。呢啲痛苦最後全部變成因果嘅差，算落佢自己頭上。我哋翻返嚟現實生活，時刻照吓自己。你時刻諗下，幾多兄弟姊妹為咗憎父母留落嚟嗰少少身家，一層舊樓，喺律師樓反面，甚至講啲最難聽嘅說話去刺痛對方。你以為贏咗層樓，係贏咗場官司，但去到臨終嗰刻，你會睇見你輸咗嘅係原本可以互相扶持嘅手足之情，你結下嘅係深深嘅怨恨。又有幾多奶奶同新抱為咗喺屋企爭話事權，背後單單打打，甚至喺個仔面前搬弄是非。你以為自己好叻，成功控制住成個家，但去到最後一刻，你會睇見對方因為你嘅排擠受過幾多屈辱。嗰啲怨氣全部會喺你準備離開呢個世界嗰陣
變成無形嘅繩，掹住你，令你走得唔安樂。仲有嗰啲平時鍾意喺親戚朋友面前認叻，有意無意踩低人哋嚟抬高自己嘅人，你以為講完就算，但其實每一句尖酸刻薄嘅說話，都喺對方心入面留低咗條鐵。去到臨終，神色剝落晒所有世俗嘅身份同面具，你再唔係咩長輩、老闆，你只係一個要面對自己一生造作嘅靈魂。嗰一刻，你徹底明了因緣果報，真實不虛呢個真理，你生出大覺醒、大敬畏，眼淚隨之落下。呢啲覺醒之淚，係因為你終於明白，人生在世最應該珍惜嘅，從來都唔係財富名利，亦唔係面子同輸贏，而係每一次結善緣、止惡念嘅機會。好多人直到流下呢滴眼淚，先懂得原來放過人哋就係放過自己，原來包容人哋嘅唔完美就係為自己嘅未來鋪一條平坦嘅路。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個心好沉重，覺得臨終嘅畫面好似全部都係充滿悔恨、驚嚇同埋還債咁。其實唔係噶，頭先講嘅頭4滴眼淚的而且確係帶住牽掛、恐懼同埋覺醒。但係對於嗰啲平生真係有修行、心地善良、常存善念嘅人嚟講，佢哋臨終流落嚟嘅第5滴眼淚係完全唔同嘅。留下呢第5滴眼淚嘅人，佢哋嘅眼角唔單止冇痛苦，面容仲會變得非常舒展，甚至嘴角係帶住笑意嘅，可以話係完全顛覆咗我哋世俗人對死亡嘅恐懼。點解佢可以笑住咁走？因為佢喺靈息最清明嗰一刻，睇見嘅唔係過去嘅業障，亦唔係嚟討債嘅冤親債主，而係一片極之清淨、極之溫暖嘅光明。講起呢一點，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真實發生過嘅事。為咗保護當事人家屬，我哋將地點同時間模糊少少，叫呢位老人家做舊陣時嘅林婆婆。林婆婆係一個好普通嘅家庭主婦，大半世人都係喺屋企相夫教子，為頭家捱更抵夜，將幾個仔女拉拔大。佢冇讀過咩大書，唔識講咩大道理，亦唔係嗰啲日日走去深山閉關修行嘅高人。但佢有一樣嘢好值得人敬佩，就係心地特別柔軟善良，把口從來唔講人是非。街坊鄰裏邊個有困難，佢借鹽借米從來唔手軟。對住啲新抱同女婿，佢從來都唔擺阿媽或者奶奶嘅架子。佢成日同啲老友記講，後生仔有後生仔嘅世界同壓力，我哋做老人家嘅最緊要識得退一步，唔好俾麻煩人，一家人和和氣氣就最好。佢晚年唯一嘅習慣就係日日食完飯，坐喺騎樓底張藤椅度，手裏面揸住串念珠，細細聲咁念佛號，個心好定，好平靜。到咗林婆婆80幾歲嗰年，佢身子急劇轉差，病重入院，醫生檢查完都搖晒頭，話器官已經衰竭。阿婆陷入咗深度昏迷，叫屋企人要有心理準備，隨時搞身後事。啲仔女企喺病床邊睇住阿媽插滿喉，喊到呼天搶地，心痛到不得了。點知去到臨走嗰晚嘅深夜，一直昏迷不醒嘅林婆婆奇蹟出現咗。原本佢嘅眉頭係因為連日嚟嘅病痛而微微皺起嘅，但突然之間佢成個面容鬆晒，啲皮肉好似變得有光熟咗，就好似後生咗10幾年咁平靜。佢合實嘅眼角緩緩咁流低咗一滴好清澈嘅眼淚，跟住佢嘴角竟然微微向上彎，露出咗一個好安詳、好欣慰嘅笑容，就咁樣靜靜地斷咗氣。當時啲護士同家屬都呆咗，大家個心都有個疑問。點解一個昏迷到得返半口氣、身體衰竭嘅人走嗰陣可以笑得咁從容、咁開心？其實林婆婆留低嘅呢一滴就係臨終嘅第5滴眼淚，皈依之淚。喺佛門入面講，真正有修行、心存善念，或者臨終前放低晒所有執念嘅人，佢哋嘅靈識會見到最殊勝嘅境界。觀音菩薩、阿彌陀佛等諸佛菩薩會手持金蓮寶台，放出一種清淨嘅光明，慈悲咁嚟接引佢。呢種佛光唔係我哋平時望上天嗰啲刺眼嘅太陽光，亦唔係咩射燈嘅光，而係一種令你成個人由內到外都覺得好溫暖、好安心、好有歸屬感嘅光。好多老人家去到晚年，個心成日都會囉囉亂、驚病、
驚痛，驚走嗰陣會好辛苦，更加驚自己病得耐會連累啲仔女。但係當呢種清淨嘅佛光普照到你身心嗰一刻，你幾十年嚟積壓嘅所有病痛、恐懼、牽掛，甚至係對呢個娑婆世界嘅執念同委屈，全部都會喺光入面好似冰雪咁慢慢消散。悲華經入面記載，觀音菩薩曾經發過一個好深重嘅誓願：若人臨終一念輕我名號，我皆隨手接引，不令墮於惡道。呢句話好簡單，菩薩即係話，只要你喺臨終嗰刻個心冇亂，仲記得我，肯喺心入面嗌我個名，或者生起一個向善嘅念頭，我一定會親自伸隻手出嚟拉住你，絕對唔會俾你跌落去受苦。所以林婆婆臨終前流下嘅嗰滴眼淚，根本唔係悲傷，亦唔係對人間嘅唔捨得，而係一種終於安全返到屋企嘅安然。佢知道自己從此脫離咗生老病死嘅輪迴苦海，知道有菩薩嚟接佢去一個再冇煩惱嘅淨土，嗰種難以言喻嘅感動同埋得救嘅慶幸，化成咗一滴眼淚。呢滴眼淚係菩薩願力淚現嘅證明，亦都係林婆婆呢一生人默默行善、體諒後輩、修好自己個心所交出嚟最圓滿嘅答卷。講到呢度，臨終會流嘅5滴眼淚，我哋已經全部講完。又對過往嘅悔悟，又對親緣嘅牽掛，又對歸宿嘅知明，又對因果嘅覺醒，亦有最後得遇救道嘅皈依。聽完呢5滴眼淚，好多朋友可能會陷入沉思，甚至會覺得有啲無力。既然臨終睇見嘅畫面係由我哋呢一世人嘅因果同業力去決定，好似早就已經注定咗咁，咁我哋而家仲可以做啲咩？如果你咁諗，就錯過咗佛法最慈悲嘅地方。佛法從來都唔係叫你消極等死，亦唔係用宿命論嚟綁死你。既然臨終嘅畫面係由平時嘅點滴累積而成，咁破解呢個生死玄機嘅鎖匙，根本就唔喺遙不可及嘅未來，而係喺你嘅當下。你知唔知決定你臨終會流邊一滴眼淚嘅關鍵，其實唔喺大帽入面，亦唔喺咩深山野嶺，而係藏喺你每日同屋企人食飯嗰張飯台上面。點解咁講？我哋而家就嚟解開呢個最後嘅淆底。你試下諗翻，每一日食晚飯嗰陣，你屋企係咩氣氛？係咪一家人有講有笑，大家互相夾餸，和和氣氣？定係你一坐埋位就開始數落個仔搵錢唔夠多，怨個新抱湊孫唔夠貼心，又或者同老伴因為啲芝麻綠豆嘅小事，由頭頂頸頂到尾。好多老友記去到晚年最放唔低嘅就係屋企人，因為太緊張頭家，太想啲仔女好，於是乎就變成咗控制欲。睇見仔女嘅生活習慣唔順眼，要管；睇見屋企啲嘢擺得唔啱位，又要發脾氣，日日個心都囉囉攣，把口就不停咁怨。其實呢一張小小嘅飯台，就係你呢一生人業力嘅縮影。你喺飯台上面散發出嚟嘅脾氣、怨氣同埋執住，日積月累，就會變成你臨終嗰陣拖住你，令你驚慌，令你留下悔恨之類同驚懼之類嘅沉重包袱。相反，如果你學識放手，明白兒孫自有兒孫福，食飯嗰陣就算啲餸鹹咗少少，你都可以笑一笑話唔緊要啦。當清客腸胃，見到後生仔做得唔夠完美，你選擇包容而唔係挑剔。你每一日喺飯台上種下嘅善意、寬容同埋平靜，最後就會化成臨終嗰一刻接引你嘅善緣，令你留下安心之類同歸依之類。所以我哋先至話，所謂嘅生死命數同玄機，根本就唔係咩神秘莫測嘅嘢，亦唔係由上天或者地府嘅判官去定奪。呢一切其實全是你自己嘅一顆心。回顧我哋今日講嘅臨終5滴眼淚，每一滴都寫盡咗人生嘅真相。第一滴悔悟之淚，係靈識對過往一生嘅回望。佢教我哋做人要懂得及時懺悔，唔好將遺憾帶到最後。第二滴親緣之淚，係對跨越生死嘅親情堅頸。佢教我哋要珍惜眼前人，廣結善緣，莫結惡緣。第三滴知明之淚，係對未來歸宿嘅昭示。佢教我哋要敬畏天地因果。你今日點對人，聽日條路就點樣行。第四滴覺醒之淚，
係睇清善惡因緣嘅回響。佢教我哋每一個起心動念都係有數計嘅，做人要明了實相。第五滴皈依之旅係得遇佛光救度嘅安心。佢教我哋只要心存善念，堅定修心，最後一定會有個好歸宿。世人成日講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實唔係去到臨終嗰刻個人先會突然變善，而係去到生死交關嗰陣，靈識終於擺脫咗肉身同世俗嘅束縛，清清楚楚咁睇見咗因果嘅全部真相，先至真正放低晒所有嘅偽裝同執念。只可惜大部分人都要去到病床上面插滿喉管，流低眼淚嗰一刻，先至真正看清。既然我哋今日有緣分提前聽明咗呢個道理，咁點解我哋唔而家就開始改變呢？如果你係一個心思比較敏感，成日容易將委屈擺喺心度嘅人，又或者你係一個為頭家僕心僕命，但係又成日同屋企人面阻阻嘅長輩，聽完今日嘅分享，試下由今晚開始鬆開你緊皺嘅眉頭，原諒嗰個曾經激親你嘅伴侶，放低對仔女生活嘅過度干涉，甚至係喺心入面寬恕嗰啲曾經佔過你便宜、傷害過你嘅人。你唔係為咗佢哋而退讓，你係為咗你自己嘅心可以輕輕鬆鬆、無牽無掛。生死無常，我哋冇得揀幾時離開，但我哋絕對有得揀用咩心態去過好今日。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珍惜當下嘅每一念，存善心，行善事，等到將來百年歸老，生命終結嗰一刻，我哋留下嘅唔會係悔恨嘅眼淚，而係安心釋然嘅微笑，從容自在咁踏上歸途。好了，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對你有幫助，令你個心開解咗少少，記得俾個大拇指點讚，同埋訂閱呢個頻道，將呢份善緣法布施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最後，我想同大家做個小互動，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或者一個解唔開嘅心結，唔使驚人笑，寫出嚟就當係一種放下，個心會鬆啲㗎。祝願大家貼家平安，心無擾礙，福慧相增。我哋下期再見。